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8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春节连假拜五开始休困，代替个高铁今仔开始就有加班车。29暝初一天气袂歹，也毋过初二可能就有寒流。经济部禁止中国的螺蛳粉甲黄飞鸿咸土豆进口台湾，昨暗阁宣布禁止中国籍偏味果进口。花莲一间5星饭店的水疗池排水口闭开，险害一个查甫人无命。饭店会室咧嘛表示配合司法调查。新闻一开始来看，春节连假拜五就开始休困咯。代替个高铁拢对今仔开始就有开加班车。高速公路局嘛预估，初三高速公路的车辆应该会上济。另外，伫天气方面哦，气象局嘛提醒，明仔载开始温度会较回升。29暝个初一天气是袂歹，也毋过初二又阁有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有可能是寒流等级。大台北透早依然是乌阴偏冷的天气形态，19开始天气小可回温。为落暝甲正月初一，温度会降到20度以上，相对感受就会较舒适。暗过初二冷空气报道，阁会开始降温，目前强度有5会落伫大陆冷气团到寒流之间的等级。目前我们现在预估，初二的气温已经是会比初一明显的降低，而到了初三、初四之后，气温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今年春节连续假期总共10天，是史上上长的年假。国公局有讲，初一到初三是旅游落南车流为主，初三到初四是旅游甲休假上北车流为主。有个双向上大交通量，广告会落伫初二，西部各都是初三双向车上多。最大日是在初三1.6倍方向。国五的最高交通量会落在哪一天？初二双向的话会达到最高峰，大概是平日1.3倍。解封了后，第一个旧历过年，也未少人安排出国。根据机场公司航班运用人数有无系统显示，春节出入境高峰会伫1月28、正月初7，年假期间的总运量有会超过98.8万人次。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虽然本土的疫情有本土的病例有较少咯，疫情有较缓和，也毋过烦恼讲过年大家返乡团圆，疫情敢会有变化咧？有专家是指出讲，若是目前伫美国甲欧洲的团 XBB.1.5 佮 BQ.1 变种病毒嘛拖来台湾，大概3月初会是一波疫情的高峰。也毋过，若是咱国内的疫情稳定控制，过年后应该会当来考虑放零催安，卖当考虑讲准备降级咯。本土疫情缓和，17新增加19658例，比顶礼拜二减19.8%。中国入境的旅客阳性率创下新低。不过专家提醒 ，XBB.1.5 甲 BQ.1 真紧伫咧美国甲欧洲正做主要亚变种病毒株，正做全世界主流，一定要谨慎。渐渐这2株病毒成为全世界的主流，那么也是未来今天能不能降级，能不能疫情能不能全面的这个解封开放，能不能口罩全部都解封？那么这2株的疫苗的疫情对全世界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新增会有侪回乡的人阵，疫情敢会有变化？但首席推估 BQ.1 甲 XBB.1.5， 若对人流出入境，还佫有群聚造成流行，高峰的时间点差不多伫3月初，了后才会豆降低。如果今天台湾可以控制好疫情，那么过年完之后，大家慢慢也可以做口罩的松绑、降级的准备。那么，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的 BQ.1 以及 XBB 的 1.15 回国之后，以及情境之后，是不是有可能造成流行？如果造成流行，那个时间点应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高峰点，在3月初。专家嘛进一步表示 ，XBB.1.5 虽然有免疫脱逃的特性，嘛真够畏拖，不过病情未真严重。较有挑战的部分是伊的炭了真强，对中重症甲较担心的人会形成压力，互医疗容量的负担加悬。过程当中都要严防超额死亡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欢迎今仔早起继续审查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的特别条例草案，因为条约提出来的版本有无同款的意见。国民党团是主张讲发现金1万块，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表示讲，按照目前的进度来看，明仔载根本是无可能三拖，佮拖落去会拖到4月份才有法度发现金咯。国民党立委提红包袋甲看板，强烈主张破坏现金1万，而且唔免更济。超过的部分，超过1400亿税基剩余的部分，
请财政部以国库券短期调度的方式，那8月1号就偿还这国库券，财务上绝对没有问题。全民到底什么时阵能领到国发会主委姜明先表示，这看特别条例是不是能顺利通过？因为无法通过了后，国部会将依照无法展开预算周边。不过条约各版本意见无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表示，19买3度是无可能的代志，也可能会拖到4月。不可能大家对预算没有意见嘛，一定要互为审查，审查以后再出委会，1个月以后表决。所以这样的时程最快，算起来大概4月了，一定会走过这样的途径啊。另外，未来破坏现金的领方式有3种，包含线顶申请直接入户头 ，ATM 直接领钱，加邮局临柜申请。作为发展部部长陈凤表示，2月28系统就应就位，不过实际发放时间，议员要按照预算的时间来决定。那我们接到的指示是说，要在2月底的时候，把这些系统全部都测试完成，随时可以发放。那当然，实际发放的时程要看预算的时程而定。郭建民在会议当中，在国党团讨论，表示条约绝对没有共识。既然无共识，国党讲完主张了后，对特别条例保留送出委员会来进行协商。记者综合报道。这几档各自外漏的事件常常发生，昨传出讲健保署前主任秘书在过去13档长期甲健保的资料外漏，严重影响到国家安全。民进党立委是批评讲，咱台湾政府的资讯安全是正弱，无敢哪怎咧？所以发展部是建议讲，健保署应该要加强系统的管理。也毋过立委是表示讲，所谓发展部讲一副无因代志共款哦，嘛互人无法度接受。最近这阵啊，小连所发生华航会员资料库互骇客入侵，加健保署内部员工疑似偷卖民众个人资料。17所谓发展部部长唐凤针对健保署案件回应讲，调查局正在调查，司法部会使提供协助。这个讲法煞引起立委不满。这个部分就是调查局正在调查中，他们是有所掌握。那技术上面如果需要我们协助，我们全力协助。昨天的这个回应让我们觉得好像数位部只是一个技术外包单位而已啊。立委刘世峰也统计，自2016年开始，台湾已经发生8件公务机关各自漏泄案件。洪新汉认为，这么多案件发生，无应该再看做只是个案。立委罗品宇也要求司法部爱会同各案单位等等，审视政府的资源空隙，而且定出专职机关。司法部表示，目前有发现2个资源的缺点，是健保署甲各机关应该注意的。落实系统的权限管理，我们有一个自然有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最小权限，只有在工作跟业务的必要之下才有权限，各自的问题。那这个查询的机制，可能我们还会再检视强化。这样子用很简单的正风机制，在查核日新月异的数位时代里面的资安的各资外泄案是不够的。另外，国发会表示，目前正在按照宪法法庭的要求，建立独立专职机制，因为牵涉到组织改革，会保护行政院继续研究。法务部表示，会组成下部会团队调查相关案件，也会加强检察官对资讯安全的专业度。记者郭兆水台北报道。最近有军事媒伫国外网站发现，讲有人在卖咱国的机密情报文件，在几家拜字的资料要卖450多万的台票。资料内底有针对个人的调查报告，嘛有阿兵哥的个资哦。国防部嘛强调讲，已经展开调查咯。网络世界讲比作是偷摕国家机密的管道，假名骂人的资深军事迷，长期咧国外网站了解军事资讯，即马煞发现到有人伫网站公开咧卖国家机密10G 大细资料，卖15万美金，大约是台票450几万。下骹个网友咧问讲要安怎来买？一些工作记录什么的，还有对人员的评估啊。今天凌晨他又丢一批出来，也已经通报相关部门了。今天早上丢出来的，连人名都有。军事迷讲，事关重大，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对泄露出来资料当中，会当看到其他国家演习的资料，嘛有个人的情报记录。内底佫写讲任务是要倒勘收集两方交流的情报。佫讲对方因为职务的调动，收入减少，有意要去中国发展，相信方压出来资料，佫有个人做兵的记录，人名地址全部应该清清楚楚，无排除是骇客入侵，也是敌务渗透。
军事部呼吁政府千万得要重视，应该建制专业的国安法庭跟国安的检察体系，根据证据，要予以快速并且重判。民代建议政府爱惜专门的国安法庭，肃审重判。针对有军事机密伫网络顶发布的代志，国防部讲也搁咧调查，目前无方便讲收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经济部禁止中国的螺蛳粉、黄飞鸿咸土豆进口台湾，昨暗阁禁止中国籍片尾港进口台湾哦。新光病院的副院长洪祖林是表示讲，因的病院目前是无有使用中国籍片尾港，也毋过敢会有影响哦，搁爱观察。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因为中国籍片尾港伫台湾的市场用俗价来竞争，对台湾的厂商无公平，所以才禁止进口。当患者无法度正常食物件，遮侪医疗院所或者是长照机构，拢会甲患者藏片讲，互因会当食物件嘛才有营养。毋过经济部17暗时也宣布，为即时开始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熟食片讲。鼻胃管这个是医材工会，医材工会有来申请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是低价竞争有不公平竞争的情形，会去咨询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工协会等等，那也会召开相关的说明会，那最后是用这个客观的这个情形来决定的。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讲，伊是接到医材工会的陈情，中国籍片讲甲台湾的厂商下价竞争，为着避免影响台湾厂商的生意，才会禁止进口中国的。根据了解，台湾籍一只色的片讲，平均一条是120块，不过中国制造的介绍，平均一条是120块至30块。外界烦恼讲，中国籍片讲无法度进口，敢是会冲击长照机构甲医疗院所的供应量。停止进口来讲，对医疗机构来讲，基本上是没有特别的影响，因为事实上目前我们也都是用台制的，我们台湾在这个细子鼻胃管的制造的技术跟量能方面，我想是没有特别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毕竟是消耗品，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但是有一些之前有消费者反映过，他们使用大陆的那个鼻管会有比较多的异味。若无进口中国的片讲，国内片讲的介绍敢会加悬，大体关注。另外，毋但是中国籍片讲禁止进口入来台湾，水食物黄飞鸿咸的土豆嘛去用禁止进口。若中国的四手魔芋爽，因为台湾无生产商，只要申请专案，就会当输入台湾。是有司法声明表示，针对这项四手民众若是买来家己食，就毋免申请输入查验进口。毋过若是摕来卖，上当会当罚3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第2回谈判昨结束，总谈判代表陈振中是表示讲，大部分的条文甲美国已经有共识，未来几礼拜内会个透过视讯会议来确认，就会当来准备签早收协议。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资深副执行长李顺是认为，这协议若是会当签落来，嘛是咱台湾加入 CPTPP 上已经准备好势上好的证明。担任总谈判代表的政委陈振中17下暗出面说明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第2回合谈判进展，伊表示顺利完成。有很大部分的条文，双方都已经有共识了。那还有少数一些条文还需要双方再继续做协商。第1回合谈判去年11月伫纽约举行。第2回合伫台北举行，美方团队超过20人来台，倡议包含11个议题，100个新增加服务业过来规种，5万会当甲贸易便利化，中小企业反贪污加良好法规，做伙签署早收协议。非常明显的，将来台湾跟美国的合作是会经贸方面的合作，会是一个站在很平等的基础上面来进行。第2轮谈判完成，中华经济研究院资深副执行长李顺认为，应该已经解决争议条文，这类法律条文整理顶需要工课，若是顺利进行，应该会当伫11月完成整体谈判。也对 CPTPP 成员证明台湾已经准备好啊，不过袂当否认有中国因素的政治障碍。美国是通常都是要求别人最高的国家，他都可以接受。但这个完成谈判本身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说台湾准备好了。可是它对于我们加入 CPTPP 的政治障碍，其实没有什么改变的效果。
学者观察，今年5月，美国也要甲台湾列入印太经济架构头一部的成员，这个倡议应该是对这个结果有回应。如果台湾有可能的话，当然是希望能够加入多边机制，同时维持台美之间的双边。没有说台美之间双边机制不好，还是很好，可以推进一些彼此的一些勾连嘛。但是有点是在没有办法短期之内进入多边之下的一个安排。协议当时会签，总谈判代表丁振中表示，也会讨论到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将协议的内容确定落来，希望上紧伫今年会有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甲日本强化军事合作对抗中国。美国斯坦福的学者是办座谈会，认为讲美国甲日本必须要有马上军事动员的应战能力，才会当对中国有想要拍台湾的想法有吓惊的作用。另外，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按算2月初5要去中国访问。台海局势各界关注，日本媒体举行台湾甲乌克兰挑战维权主义研讨会，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梅惠林、戴雅文学生来会谈。梅惠林长期研究中国军事安全，伊认为对中共武力扩张，美日台对军事行动级别感不知必要要搁较强烈。Enhancing your defense of the Senkakus does nothing to deter China from taking Taiwan.Unless Japanese operations are going to be involved directly in stopping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 Probably in this decade, unless it is deterred. And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actors in deterring it are, of course,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戴雅文认为，美日台不只爱强化国防，还搁确实伫个军事上合作协调，未真正用对抗中国武器展达到威胁的作用。美国一个强化当面关系，国务卿布林肯也要伫2月初5访问中国，甲中国外交部部长金刚举行会谈。也希望美方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坚持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同中方相向而行。不折不扣落实2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这几年中美关系恶化，这也是4年多以来美国国务卿第一摆访问中国。外国媒体报道，这是拜习会了后的延续，会看向俄乌战争协补这个关键议题，双方继续密切沟通，也看到未来进展。记者综合报道。16档无受罚的婚海防治法修正案，一定伫立法院三读通过。甲离婚、甲食婚的家私哦，拢爱纳入管理，嘛甲结婚的年纪提悬到20岁，加强广告的管制。也毋过今仔早起，民间团体是开记者会，因呼吁政府伫新法公告实施前，应该爱先公告讲，甲离婚真做是指定的婚品伫这个过渡期才有法通管理。落实烟害防治新法。12则通过三读的婚害防治法修正案，其中有规定，指定婚品的必要组合文件才爱立管。不过，所无公告加入婚是指定婚品，当时基金会等团体就呼吁政府爱赶紧做，若无就是咧互婚商放法律假期。所以，当你没有指定它是必须要被检验，必须要先经过健康风险评估才能上市的烟品，它基本上按照通过的烟害防治法。它就能够进行贩卖了，就算它不是大量的进行贩卖烟柱，它可以大量的行销它的这些所有的相关的载具。当时基金会表示，若甲离婚继续无法度管，就是进前讲的街头通四界有宣传广告。另外，伊嘛呼吁伫公告婚害防治法实施迄天，嘛爱公告修正后的婚品资料申报办法，包括甲离婚草条爱申报才通卖。除了烟草本身的这个有害物质以外，实际上添加物也是一个重点。那加烟又多了一个产生烟雾的添加物，好，那这些成分我们都不了解。结婚团体嘛建议应该赶紧修改卖婚品的规定，因估计全国会有5万的零售通路需要境外标示。全国家长会长联盟嘛表示，会当协助政府来执行，呼吁政府应该伫修法公告实施进前，赶紧先做这个代志。记者电视台台北采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瑞典的环保人士同贝里昨伫德国参加一场反对能源公司扩大挖矿的抗议活动，人说互警方掠走，互拘留几点钟后，人才互放出来。
瑞典气候人士唐贝利和警察跟起来查找，为卫兵上看起来，以保证好抵抗。唐贝利17第一例瑞彻拉特川9公里的一个拖垮溪抗议时阵被抓，这时阵伊甲一群示威者坐伫拖垮溪附近。Now you get famous. Take a selfie. 警方表示，该斗阵被抓的人，迄一天较暗就会放出来，佮讲无理由将因拘留几啊天。警方一个发言人表示，一阵示威者冲向附近真危险的研究平台，唐贝利是其中一个人，因了后被抓落来带离开。其中一个示威人士已经跳入空气当中。Wie sieht's denn aus mit der Badstraße? 20岁唐贝利甲德国环保人士反对德国能源大公司来因集团的碳溪扩建，顶礼拜六伊向6000名示威者发表演讲，因为碳溪扩建是对现代甲未来所有世代背叛。迄时阵，镇府警察将气候人士为村庄内底建筑物赶走，只剩少数人继续留伫树仔顶甲地下道内底。唐贝利在内抗人士依然伫现场静坐甲17。唐贝利讲，德国是世界上上大污染国家之一，爱被追究责任。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再来看越南共产党政府有真侪大官利用疫情赚大钱。国家主席黄春福张时节，因为越南的国家主席唔捌有人还未做满任期就落台，所以即马外界是真烦恼，讲敢会对越南的政治佮经济造成影响。越南共产党中央17同意黄春福甲越南国家主席等各项职务辞掉。伊今年68岁，2016年4月开始做越南政府总理，2021年4月当选国家主席。原本伊的任期爱到2026年。就算黄春福带领越南对抗新冠疫情有真好的成果，不过几个高层的官員在疫情的期間涉嫌食錢，致使伊都要提早落台。Ta nhìn nhận cái sự phát triển của cái hệ thống chính trị của Việt Nam, đặc biệt là từ bây giờ cho tới năm 2026 là đại hội đảng lần thứ 14 thì chỉ còn 3 năm nữa. 就算越南捌防俄羅斯防疫無反省，不過卻是爆發兩件重大食錢的歹代，包括越亞案、甲救援包機受賄案。其中兩個前越南副總理范冰冰甲武德丹已經在1月初5得到國會同意請辭。范冰冰涉及救援包機案，捌趁在疫情鎖國的期間，透過特定救援回國的包機互相作業，用真貴的價錢咧賣機票，趁這個機會收烏西錢。也若武德丹是涉及新冠試劑、共綁架歹代的越亞案。在越南的越亞科技公司為中國進口快篩試劑，不過相關的單位卻是互相交割，把進口的價錢報拍數超過21倍，為當中藏利頭。這兩大貪污案過去1年的調查，目前已經逮捕100多人啊。Cuộc chiến chống tham nhũng là không có vùng cấm và rõ ràng là khi mà chủ tịch nước xin nghỉ vì lý do cá nhân cũng như là vì việc uy tín của ông không còn được đảm bảo do những liên quan tới việc là ít nhất là cấp dưới liên quan tới việc mà sai phạm liên quan đến chống tham nhũng. 越南國會按算在這禮拜會正式將黃春福國家主席的職務提掉。不過越南上屆有權勢的人物並不是國家主席，是中央總書記，也就是今年78歲的黃富中。有專家認為講，越南這屆政壇的變動，如果對經濟影響並無大。不過嘛有人煩惱講，越南恐驚會經歷無確定期，影響外資的動向。公司新聞建元慶編譯。法國政府宣布年金改革，嘛甲退休的年紀延後。法國工會明仔載要罷工抗議。有一個下水道的清潔員就表示講，新的制度就要做滿43天哦，才會當退休，所以要擱做2天，才唔免擱繼續處理下水道的鳥鼠啊、甲屎尿。伊真正不滿，所以一定要上街頭去抗議。今年38歲的康洛德地方獨面區準備要落去地下水道，伫個這個鐵路頂有真濟人攏唔知的神秘世界。巴黎有真大的地下污水系統，常常需要緊急清理甲維修。康洛德的工作就是監督這地的一切情況。Un métier qui reste encore extrêmement exposé au danger. Le danger, il est partout. Il est partout et c'est ça qui est vraiment sa spécificité. Donc là, ça va, je suis encore jeune, je suis encore dynamique. Quand on fait puis échelon, qu'on porte l'aérie, ça va, c'est pour l'instant. Mais je me vois pas déjà à 50 ans, 55 ans, continuer mon activité de la même manière.
Donc, et malheureusement, la manière, elle reste la même dans 50 ans. Comme le réseau d'assainissement, il n'a pas changé. 虽然康洛德是小主管，唔免逐工拢落去，伊嘛介意挑战性的任务。伫个养护难度悬，唔是顶悬的人会当体会。伊无愿意甲这个健康拢甲开伫个风险内底，打算讲时间一个到就要退休。不过，初十政府宣布年金改革计划，未来劳工退休的年龄对62岁，然后到64岁，从2007年开始，必须都要工作43年，才会当领到专业的退休金。安尼甲算落来，互伊的团体伫原本52岁就会当退休，就要变做54岁才会当实现。工会19罢工抗议，伊和其他的团队成员嘛拢会参加。Et là, si on nous rajoute 2 ans, c'est extrêmement dur à encaisser. On subit vraiment. Niveau physique, on subit vraiment. 工会呼吁劳工伫19这天来罢工，行上街头。政府是坚持立场，呼吁大家唔通互国家陷入歹运作。伫这天，法国国家铁路敢若有1/3到1/5的关速列车咧运作，区间列车敢若有1/10有开，和瑞士小接的区间列车差不多是拢停起来。其他的国际列车是完全停驶。巴黎通勤列车的地铁嘛去互打乱去。飞行机航班方面，出入奥利机场有5/7的航班将会取消。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再来看中国昨公布，去年底因的人口数是14亿1175万人，比前一档减少85万人。这是中国对1961年以来人口头一届减少。中国生育率创新高，死亡率嘛是47年来的新高。另外，联合国嘛预估，今年印度的人口会超过中国，将做是世界上人口上济的国家。中国人口世界第一，春运因讲是代表人类上大耍期，今日是18这一天，中国铁路交通就运输840万人次，人口红利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不过，中国官方17公布上新的统计，2021年出现61年来第一摆人口负成长。全国人口包括我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是14.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中国前一摆人口减少是伫1960年，迄时阵中国咧对抗史上上严重饥荒。另外，中国去年死亡率是7.37%，创77年来新高。不过关键原因依然是增加出生率。只有6.77%，各创历史新高。就算当局提出减税、大额补贴甲延长产假奖励，不过生囡仔成本太悬，收入对不着支出，互中国少年人唔敢生囝。首先养一个孩子成本太高了，无论从小时候到升学啊，到未来找工作，包括娶妻生子或者嫁人的时候，这个整个育儿成本也很高。所以可能我们暂时现在没有2胎的这个打算。你像我是80后的话，可能不是很想考虑生孩子这些事儿。如果自己能自给自足的话，可能连对象都不想找。联合国专家有估，中国人口到2050年减少1.09亿，比之前有7加3倍。受其减少加上健康福利成本很悬，恐吓互中国未负承诺。路透社分析，中国向取消清零防疫政策，互医疗未堪得力，也互民众唔敢生囝。这摆人口负成长会加速重要转变。未来中国人口可能长期下降。印度有希望伫2023年加做世界上人口上济国家。印度民众希望政府应提出具体做法。नहीं अच्छी बात तो नहीं, इतनी पॉपुलेशन हो गया इंडिया में, इसके लिए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भी कुछ सोचना चाहिए। जो कि इतनी महंगाई है, इतनी पॉपुलेशन बढ़ रही है, तो कुछ भी कोई सोल्यूशन निकालना चाहिए हमारे इंडिया के लिए भी। 不过，印度依然有优势条件，因为17.3%人口年岁伫15到29之间，是全世界上少年的国家之一。而且，印度人口成长也在减慢，为2011年年平均人口增加1.2%，比前10年的1.7%较低。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台南有一个超商的员工甲朋友斗空，讲要甲店里105000块的现金偷走，没想到讲这个超商员工煞准备7万外块的假钱，互伊的朋友，真的钱伊家己拢吞掉哦。这2人嘛已经互警察抓起来咯。
这个是规划日嘛？警方入去偷摕钱的嫌犯因兜，随着去敲到伊偷摕74300，不过所发现讲，这拢是最近流传伫市面上的假钱。这个钱我们会扣押哦。你说假钞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个都没有浮水印那个什么。这个这个是现在市面上流传的那个假钞，是不是？对，我昨天拿到我也才发现。4268，你总共几张？你这个怎么可能？这个是在超商拿的，是不是？没错。警方最近接到关田区一间超商内底姓陈的店员的报案，伊讲有一个伫安全帽的贼仔，趁店面骹手无够，甲105000块偷摕了后就逃走。不过警方调查了后，才发现讲，代志发生的时阵是安怎店员拢拄好无伫柜台，这嫌犯嘛无并其他的拖，互警察感觉真焦急。那案情的经过呢，是因为呢超商的店员伙同有人窃取店内的现金。经过调查，这姓陈的店员承认讲，来偷摕钱的都是因朋友，因两个人共无犯案。不过，这个姓陈的店员煞事先把真的钱换作是假钱，互另外一个姓吴的嫌犯唔知头唔知尾，就把这个假钱全部摕走，去互陷害。那本分局的同仁是发现呢，这批的伪钞呢是市面上传言的100元钞号 CQ281-880VJ、500元钞号 DR663080VA。以及1000元钞号 HR484268XD 等伪钞案。这批假钱的号码，甲最近伫中部流行的假钱号码是同款。根据姓陈的嫌犯讲，这假钱是伫网络顶买，无排除是同一个非法的来源。另外，警方嘛伫姓陈的嫌犯因兜抄到4万块的假钱，因若这个假钱的来源嘛继续来追查。事后，甲这两个嫌犯以刑事伪造货币、业务侵占的罪嫌移送法办。警方嘛提醒民众，年度要到啊，买物件都要注意，唔通去用骗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姓谢的查甫人带头的卖毒集团，去年的8月份开始，利用赖遮的网络平台，伫咧卖毒，接到订单，拢叫客停车还是 Uber 去送货哦。半档内底就赚超过4800万。警方抓到4个嫌犯，移送法办。也毋过，客停车也是 Uber 送货时，是袂讲将物件拆起来检查哦。外送机制无注意，嘛真做是犯罪的方向。卡网一个拍开，随个检查，毒品的类型逐项都有，有查到毒咖啡包2300外包，2百罐的新鲜水，还佫有大麻果50罐，这拢是准备要卖出去的，因为牵涉到卖毒，去由警方甲掌起来。兵分多路，自本市信义、士林及新北市三重、芦洲等区来执行拘提谢姓男子等4人到案。那全案讯后，将谢姓男子4人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原本的卖毒集团散去了后，警方调查，伫个下骹手的人，家己佫做起来。以30岁姓谢的查甫做头，伫个去年8月开始，伫湘北组厝内制作毒品，透过 Line、Telegram 这个路线来卖，用饮料这个代号来做手，初步得到的这个不法利益有达到4800外万。警方对咧卖后有发现讲，因会事先把这个毒品甲分散到无共机车的车厢内底，用来制作这个早顿点，或者唔知情的计程车，还是讲 Uber， 因来甲送货载运。通常都是到了现场看东西才知道说客人要送什么物品，我们也不可能去打开客人的包装物啊，所以实际上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们也不会知道。亲像客停车也是讲 Uber 车，因唔若是载人，嘛会当提供载货的服务，因为袂当凊彩个甲拍开来检查物品。假使讲送的物件若是经过包装，汽车的运输业者大部分唔知内底是底啥物，有人乱空乱碰来卖毒，安尼嘛，互即个外送机制有可能成无辜来成做犯罪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县新港乡一间家庭用品的工厂，昨暗9点外火灾哦，因为地点是正挖海边啊，风正透，又搁是铁厝，火烧甲正猛，将把平工厂拢烧了了。工厂的头家哦嘛，因为拍火着伤，伫今仔透早火才受到控制。大火从暗暝整个烧到真光，为远远的所在就会使看会到。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铁门厂房整个陷入火海，建议也水降温。
中华新港的这个居家用品工厂，17号暗时庆祝大火，由于当地属于滨海地区，风势注重之下，火势是一发不可收拾。民众讲一开始发现工厂后壁起火，无够一些的时间，就把被厂房全面燃烧，跑随着臭味甲爆炸声音，互居民是无在条困。紧撞出来，从后壁浸头就是讲还袂倒，后壁那边一直卡起来，阮就讲越看越严重。中华关消防局初步了解，这是一间制造居家用品的工厂。当时工厂的头家嘛住伫遮，一开始想要家己来卖火，却被烫伤。今年生意无大改，加在伤亡嘛无进一步扩大。到现场之后，火势已经烧往下面这个工厂。那我们现场主要赞助是党部周界的民宅跟工厂为主。那目前是一个控制这样。消防局表示，因为年节就要到啊，工厂内底成品甲半成品拢是易燃物，拢总出动12个分队，58消防人员，一直到18号的凌晨才将火势控制。而起火的原因，还佫进一步来调查厘清。记者中华采访报道。来看这个月14，张先生一家伙仔住伫花莲一间5星饭店使用水疗池，结果排水孔熊裂开，特别甲伊规个人吸入去，害伊险拄水无命。加在伊只有尻川皮乌青，人是个平安。张先生嘛讲好加在毋是囡仔去拄着，伊嘛准备要对饭店提出告诉。1月14，张先生带因规家伙仔去花莲一间真出名5星级的饭店住。伫下晡4点50分左右，去饭店室内水疗池耍水，伊所熊去互中央的排水孔吸掉咧，吸的力头是真大，互伊完全无法度徛起来，想要发救人，所要是去互吸倒转去。我连救命都喊不出来，因为我上去的瞬间，马上又会被拉下去。来回这样试了几次，都没有人来救我，救生员也都没看到。然后我从旁边瞪，我才出得来。张先生互救起来了后，尻川皮是规片焦乌青。饭店讲第一时间有甲张先生回室内，嘛有提出赔偿的方案，嘛会对收水池、甲水疗池等等的设施做检查甲修理。事发的时候，那饭店的现场人员呢就已经有上前的去做个关切了，那也对旅客表达了歉意。那当天呢也陪同旅客呢到医院去进行就医以及验伤。不过张先生对饭店处理的方式也是真不满，批评出代志了后，收水池其实还阁伫开放，嘛已经委托律师提出告诉。消费者他可以在事发的时候先拍照啊，或者是这个保存这个证据之后，那他也可以立即打1950的我们花莲县政府的这个消费者服务专线，然后马上反映，我们就会立刻去协助处理。现在水疗池的排水孔是安怎会破去，目前还阁伫调查。饭店强调讲，水疗池已经暂停开放，嘛伫排水孔的所在用特殊的设水来做标示，还阁有文字的警示提醒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东港一间高中职，伫去年毕业旅行要出发进前，学校无经过学生的同意，要求所有人甲行李箱拍开接受检查。人本基金会今仔开记者会，批评学校侵犯学生的隐私权，嘛要求教育部得爱调查好清楚。2022年底，屏东东港一间高中职举办毕业旅行，不过学校煞伫出发进前无经过同意，要求所有的学生将行李箱拍开检查。人本基金会伫18开记者会，批评校方无尊重学生的人权。即便知道学生在录影他们都没有关系耶，连检察官要搜索的时候、要搜查的时候，都必须要有法院的搜索票。我们的学校竟然可以就这样大拉拉的侵犯学生的隐私权，学校是用一种无差别的一种手法认为说所有的学生都必须要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搜查。这个所谓的辅导管教应行注意事项里面规定都相当的稀薄甚至相当的欠缺，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定。法律博士表示，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学校订定教师辅导甲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学校要查学生的册包、行李，必须要有证据，互人正当怀疑学生有藏违禁品，影响校园的安全，才通伫学生干部甲家长的陪同之下进行。伊呼吁教育部应该调查校园的行为。教育部国教署一定会专案去查处学校的一个处理的流程，并且要求学校针对相关的疏失责任来进行检讨改善。针对这件代志，校方不愿回应。教育部讲，校方的讲法是例行的检查，目前有继续追踪事件的相关人员，情节严重会做出裁罚。未来也会加强教育人员的训练。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
最近学校拢个期末考试，桃园北地一间国小传出讲5年级社会科的考试卷甲旧年同款，今仔早起又个停课哦，实在是真离谱。伫南投埔里有一间国小嘛传出讲有个班考试结束的时间无同款哦，去影响到公平性，所以今仔嘛停课。过过2天就要休寒，不过桃园市北调一间国小的学生早起第一节课也来备战考试，因为顶礼拜期末考选5年的学生反映，社会科的试题甲旧年同款，学校开会了后决定18个停课。考卷这种东西，不就是每一次在考试前1-2个礼拜，命题老师就会已经先出好了吗？所以不应该拿过去的考卷来当做这一次考卷的试题。我们将依据现行的教师的成绩考核的办法，那后续会召开成绩考核会议，那会去检讨以及讨论这一名命题老师后续的惩处。将近300个5年的学生爱停课社会科，互不少家长拢硬气。学校成绩疏失，强调未来严格执行审题机制。教育部也要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同款伫18停课的学校，也有南投埔里这间小学。学校17紧急发通知，指出因为5年数学科目伤过困难，延长时间予学生考试，造成社会科考试时间减少，而且各班收卷的时间无同，影响公平性，所以2科目爱搁停课。我是觉得重考也 OK， 因为让小孩子说，让他们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本来很挫折，那你如果透过你调整这个难易度，让小朋友说，可以再提高一点他的自信心、成就感，我觉得是 OK 的，我是可以接受的。有一个小疏失的地方，就是说各班在延长的那个时间，还有我们的那个收卷的时间呢，并不一致。那这样子就是产生我们考试的一个公平性，还有一个机制上的一个疑虑。学校表示，2摆平量成绩加总平均来算，对家长甲学生造成困扰，感觉真失礼。南投教育处是要求学校检讨，应该组成命题甲审查小组，检估试题难易度甲鉴别度，也要建立完善的评量机制，来维护公正性。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哦，真侪庙寺拢会煮平安糜，互大家食平安。最近这几年，因为疫情拢无会煮，也毋过今年疫情转好，宜兰县政府就统计讲，县内有184间的庙寺，今年会煮平安糜，初1到15拢有通食。庙内底志工伫大鼎煮平安糜，有那话食就稳啊！要伫春节期间，互来庙拜拜民众食平安。煮糜爱先备料，搁炒料，再去放米甲水来甲煮哦滚，最后也芹菜，搁一碗一碗装哦好。内底有菜头啊，搁有这个迄个了，我们用菜脯大家配一个咸。去年受疫情影响，宜兰县伫春节期间提供平安糜的庙无到100间。根据宜兰县政府统计，县内今年已经184间庙恢复供应平安糜。位于正月初1到15，供应时间无同，而且因为用料无同，糜也拢有伊的特色。县府已经整理相关资讯，民众应去宜兰春节服务无休困的网站去了解。还是会建议说，所有的民众我们除了佩戴口罩进去我们的宗教场所以外尽量就是在里面不要使用平安粥，而是以分装分食的方式带走。伫春节期间，伫真济庙拢能看到民众带囝来拜拜，甲大细绕境活动。县府讲说，应取消伫外口挂喙罨的规定，不过也是呼吁民众去庙内底拜拜参加活动，爱专程挂喙罨。也尽量唔通伫庙内直接食平安糜，建议是早顿食，保障自身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的变化是真大，也毋过愈冷愈开花的梅花哦，最近嘛开始会大开咯。来看台东县卑南乡立家国小的校园梅花嘛已经开要6成左右咯。预计讲过年的期间哦会全开，嘛已经有真侪游客来遮看花咯，咱嘛做伙来欣赏。台东立家国小的学童进行学，寒天时下课了后，伫校园内底就当来看到梅花。今年梅花开花期拄好伫农历过年这卡到，即摆已经有游客煞咧来遮咧欣赏梅花。照现在来看，大概6成左右。在大过年的时候，农历大过年的时候，应该会大爆发。学校有开放，这2、3天爆发，就来看一下。
离家国小的梅仔园海拔差不多是100公尺，有600外丛梅仔树，有可能是今年低海拔上早开花的梅花园。特别是过年特别到啊，会请真侪游客来这里欣赏。台东县教育处表示讲，目前同款是依次疫情的时阵，校园无要开放的原则，不过尊重各校的决定。村长嘛讲，欢迎来这赏花，唔通制作粪扫。我希望来观赏梅花的那个游客，不要随地的乱丢垃圾。为了校园的安全，那原则上我们是不开放游客入内校园里面做参访或露营，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尊重各校他自己的管理规则。离家国小表示讲，梅园伫这校园的后壁，会当来开放的游客赏花。不过校园内底是同款无开放的游客入去。另外，村长嘛提醒这个游客，社区有咧饲蜂，游客若是来这赏花，唔通甲这个蜂甲拍青镜，才袂去互叮到。记者综合报道。一般的高丽菜一粒大约是2-3斤，也毋过婚龄理论有一个农民廖英东，伊种一款超级大粒的高丽菜的品种，2分地只会当生800粒哦，爱大4-5个月。最近收成咯，一粒高丽菜至少是20斤哦，嘛写真侪民众专工来遮翕相。打采收的高丽菜采咧路边，马上去路人停车围观，因为一般的高丽菜一粒重量大约2-3大斤。但这粒天霸王高丽菜重超过20大斤，是一般高丽菜8倍至10倍大。后袂少民众前来买行翕相。没关掉，台东东北给我下来住。因为很大颗啊，让老婆拿回去给老婆说，我们有那么大，可以煮几天火锅，可能要吃1个礼拜。就是想说，有一种好玩的心态啦，想说试看看，它就种起来就很大，就长那么大，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就试看看这样。廖永丹表示，过去拢是种植短期叶菜类，但去年9月份开始，7粒班市内种植天霸王的高丽菜，为了顾好高丽菜减少被虫害，常常一下早就无用紧虫，尽量少喷农药。2分大的农地种植将近800粒，有深入将近8成。网室里面的它的脆度、甜度都会比较高，种的距离要很宽，所以说大概在800颗左右。它的生长期比较久，大概4个多月、5个月左右。一般的高丽菜大概70天左右啦。廖永丹讲，愈接近采收期，伊所开的时间就愈济，就是惊高丽菜若是受到虫害，会卖相无好。嘛因为这天霸王的高丽菜种在板室内，蔬菜品质袂输一般的高丽菜，不管是炒还是煮火锅、包水饺还是做成泡菜，拢真适合。陆续嘛已经接到不少订单。记者有年报道。已经做台语配音员25档的林凯玲，本来只会晓讲台语，毋捌台文字哦。伊家己学，嘛已经通过教育部的检定。伊讲会晓台文字，对于配音是帮助真大哦。伊嘛打算讲要去考台文研究所，嘛讲对家己的母语有愈较深的了解。我就是一路到底的一路啦！我上惊的就是魔神啊！三太子的关老爷，恁紧来救我，唔通互我去互魔神啊掠去啊啦！现场表演出名网家角色配音，已经入配音制度25年的林凯玲，无那华语配音、台语的配音，嘛是伊的专业，侪侪作品拢会当听到伊的声。伊答应讲要带我去遐动物馆，会带我去熟悉芭蕾。我敢若会当用注音慢慢啊，一字一字写伫边啊。对我来讲，去迄当阵要学配音，咪足困难。我要用注音来练这个台语的配音，互我感觉足惊吓，定真正会练甲哭呢。为配韩剧的台语版开始，豆豆累积无共台语作品的经验，佮因为替教科册录音10几档，嘛将台文字甲罗马拼音学起来。伊笑讲，即马若无台文字，就会念袂练转。阿姊，多谢你，我会晓啊，足欢喜的。明仔载考试的时，爱较细致的哦。为我的工作当中，开始去爱，真正是爱着我这母语的这语言甲文字，我感觉是我真正足感动的代志。林凯玲即阵若通过教育部闽南语 B1 的检定，今年搁伫台语朗读比赛得奖。伊表示，伊搁有想要读台文研究所，毋望搁较了解家己的母语文化。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
瑜伽是现代人真喜意的运动哦。英国最近是真时间人甲狗仔做伙做瑜伽，这狗仔是拢会等待有人来领养，所以先透过运动甲人来交流。对学员来讲，嘛因为有动物的陪伴，心情是愈轻松。老师伫咧教瑜伽，学生正认真伫咧学，严过边仔有几落只狗仔囝，一直想要甲老师甲学生耍，人甲大家一直笑，心情加正好。So I'd say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are that it's hard to focus because obviously they're adorable, so you can't not look at them. But also the little nibbles that they give you, or maybe they're climbing on you, is sometimes a bit of a practice. But it's a beautiful practice to be self-aware more than anything. 这是英国最近伫咧流行的瑜伽新课程——狗仔囝瑜伽，甲一般的瑜伽课程结合，甲狗仔囝耍。会当提升运动者的心理健康，同时也帮助这寡狗仔囝去新家庭生活进程培养社交能力。运气较好的就会当伫遮找到主人。They love cuddles. They love, and obviously have your little playtime with them. Like I'm always playing with them. They do love it. Like, and I think they have really enjoyed today. 这种狗仔囝瑜伽一开始是去年4月伫咧利物浦开课，透过社群网站 IG 加抖音伫咧宣传，吸引真侪民众。正紧就流行到曼彻斯特、利兹加伯明翰，因为是正简单的瑜伽课程，所以就算无学过人也当来报名参加。上课进前，先互学生甲狗仔囝接触互动。上课时阵，这寡狗就伫咧教室内面拉拉嗦，学生就要注意唔通去甲因打着或者是缀着。这种上课的方式，学生拢正喜喜。Just made me feel like all warm and yeah, they're just so cute. Yeah, and I just feel really energized now. So good, like the whole experience of coming in, meeting these little friends, and yeah, it's just a nice way to spend my Sunday as well. 每一节课结束了，业者拢会排时间，和学生甲狗仔囝做阵翕相。来教室的这寡狗仔囝，拢是爱共一体兄弟姊妹。上课进前也会做过疫苗，水部开放学生带家己出来教来上课。而且上这种课一节就要29.5英镑，换算台票是1000，但是也是真侪人来报名。公司新闻但是当编辑。再来看英国伦敦的苏荷区哦，是当地真出名，提供真侪夜生活、真热闹的所在。也毋过有一寡游客啉酒醉，拢会伫路边乌白放尿，互当地民众是真困扰哦。当地市议会就想出一个办法，伫壁顶插一种真特殊的油漆，乌白放尿就会去喷着家己。咱做伙来了解。餐厅、酒吧、夜店伫伦敦享受夜生活，真侪人直接就想到苏荷区，尤其到拜六，当地佫较是人杂通通。只是游客多啊，居民的烦恼也来啊。It was something being raised regularly, especially over the weekend, say from Thursday to Sunday, where we'd have a lot of visitors here into Westminster, specifically Soho, and they were coming up alleyways like this and other streets as well, and they were urinating. 会有这个情况是因为部分游客讲完了后，随意找一个壁角来放尿，互苏荷区总是有臭尿味。而且暗时也有人伫街路放尿，也互人感觉无爽快。为了反制这种乱象，市民市议会想出一部伫苏荷区受害上严重的壁顶喷红尿漆。So as you can see, it splashes back. 红尿漆的用意就是互尿喷到当乱放尿人的身上，互因自作自受。当地市议会指出，干那抢小便，因当年就爱开95英镑，大约代表3000多万台票。不过市议会也来伫拜六增设临时便所，同时也会批发。乌白乱放尿的人，上当会当出100英镑，大约3700块台票的罚款。希望多方面来做，阻止游客歹习惯，互苏荷区的居民唔免去忍受臭尿香味。公司新闻7万人编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5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6度。
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华岛地区上低8度，上悬1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